鲁商王动用了3000多人，花了半年的时间开山凿体，找到了玉俑所在的西周皇陵。铁面生用特殊的方法，将人俑里的男尸取出，封入了副墓室的石棺之中。就是我们进来时的那个墓室石棺。鲁商王按照铁面生的计划，以开凿坟墓为理由，暗地里在这座西周皇陵之上修了一座扇子一样的陵墓。他还四处布下遗阵，留下7个棺材，并将参与工程的人全部杀死。禀告将军，有一民女求见。吴越，你先起来说话。你怎么从宫里跑出来了？是不是瑶光出事了？大将军，夫人她死了。死了？夫人是被大王打死的，奴婢亲眼看到的。你要干什么去？我要去斩了那昏君，替瑶光报仇。将军，请稍安勿躁。属下追随您多年，您的心事，属下都知道。可事已至此，将军就算逞一时之勇回到了都城，大王兵多将勇，您又真能有胜算吗？难道要本将军这样忍气吞声算了吗？将军放不下的，无非是瑶光。可人死不能复生，这句话我不用你教。非也，将军。我要说的是，人死亦可复生。至少，将军也该先试一试。若是复生不成，将军再报仇不迟。人死亦可复生。铁面生，你是不是在说胡话？将军，请借一步说话。早就听闻，自上古传下一副玉俑，可使人返老还童，起死回生。如今将军思念瑶光姑娘，属下便想，若是瑶光姑娘尸身没有受损，那么凭借玉俑神力，未必不可使其复生。将军以为呢？那玉俑在哪？在一个西周皇陵的墓室中。以将军的能力，想要拿到那副玉俑，绝非难事。
说的都是真的。将军信不过属下的学问？好，本将军就试试你的办法。若是瑶光真能死而复生的话，你就是本将军的大恩人，本将军必定重重赏赐于你。属下还有话要讲。那玉勇虽能起死回生，但并非瞬间能成，其间所需时间不定。将军还得找一个安稳妥当的地方，等待瑶光姑娘复生才行。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，除非离开鲁国。可是要从此地走出鲁国的话，恐怕需要很长时间。瑶光怎么担我的气？除非什么？除非我们得到玉勇之后哪儿也不去，就留在那西周陵墓中，准备好充足的粮草，封闭墓室入口，谁也不会来打扰我们。恐怕到时候人多眼杂，一定会被走漏了风声。不会的，死人是不会说话的。收到了急信，大将军一行人在古墓遭遇了山崩，全军覆没了。什么？遇到了山崩？具体的情形，微臣也不知道。信中只说，昨日山中忽然起了一声巨响，当地百姓上山搜寻，就见土木山石塌陷了许多处，道路已无法行走。大将军一行人彻底没了踪影，怕是遭遇不测了。现在那里还有没有人在搜寻大将军？回大王，已经没有人在搜寻大将军了。据说山中的墓穴有亡灵作祟，当地的百姓都不敢上那山。现在遇到了山崩，他们更是死活不肯进山了。也好，了却了寡人一桩心事。哼，太好了。那座山，就当是寡人赐给大将军的坟墓吧。这么说，这孙子还真是下了一番功夫。而后来呢？没了。没了。
我读书少，你可不能骗我，这上面这么多字呢，你给我没了。我刚才就说过，我只看得懂一点点。三叔，至于那个铁面生，上面也没有提起过，难道他也殉葬了？他怎么可能那么傻？明知道鲁殇王会杀人灭口，他不可能为他陪葬的。他当然不会，因为到最后躺在狱俑里的，早就不是鲁殇王。或是100年，我都会等，直到你活过来，或者活死。将军节哀，假以时日，瑶光姑娘定能死而复生。将军真是可为万夫之人，感谢将军放在大杀四方，为我筹措一下。那这么说，到最后，这2个人竟然调包了。这个人处心积虑，只不过是想借鲁殇王的势力，实现自己长生不老的目的。小哥，怎么这些事儿你都知道啊？就感觉你好像亲身经历过一样。以前在一个宋墓里，我看过一套完整的战国帛书，里面是铁面生的自传。他教授完鲁殇王所有计划之后，放火烧死自己一家，将一具乞丐尸体丢入火中冒充自己去装成乞丐逃过一死。最后，铁面生从鲁殇王手中得到了玉牖，自己躺了进去。唉，这鲁殇王苦心经营了一辈子，结果却在为他人做嫁衣，恐怕这是他没料到的。那这个鲁殇王的尸体到底在哪儿呢？我不知道，书里没有详细记载。天快黑了，我们出去吧。哎，不，鬼玺还没找到，咱们现在走，不等白来了吗？是不是？啊？你再说了，你万一他们那帮人再翻回来找着怎么办啊？我们找的不是鬼玺，鬼玺算什么？我们要找的东西远比鬼玺重要的多。我才不信他们女人说的话呢，你信吗，老东西？
你瞧，啊，我相信他。你信他，不信我？吴邪，你太天真了吧你！他不就比我长得好看一点吗？你就信他的？行，咱就不说鬼洗的事儿。那这东西咱们总得带走吧？我跟你讲啊，这东西那天底下可就这么一件，对吧？那是我胖爷可纯粹是为了国家利益着想。这东西在考古界来讲，就是他的发现，也不是一般的。啊？那还等什么？速战速决！决！来，走！还有时间。天意还有我们必须撤离，包括你。我们不能在这耽搁太久，一旦惊动警方，这责任你负不起。你们只管自己撤离，我一个人下去找阿宁。妇人之仁，你说什么？刘泰，你别忘了，我们服从的是组织，不是个人。这里刚好是一个墓室，把他们放在这儿，也算合适。5年的出生入死，5年的相互照应，没想到到最后，还是我亲手把他们埋葬了。我说你到底行不行啊？天快黑了，急什么呀？万一拆坏了怎么办啊？我说南派就是心急，乱糟的东西。哎，我说你在这装什么呢？你以为我看不出来你的手法是北派的？好，你北派的，那又怎么样呢？你再怎么装还是个贼，装。谁是贼啊？啊？你说谁是贼？我告诉你啊，胖爷这次下稿，我正儿八经的学术研究，根本就不是为了盗墓来的。谁是来盗墓的？我们也不是来盗墓的。你拆了多久了？我们要等到什么时候？所以我说你真的不行的话，跟我说一声，我来。看着点，来。那根线不能动啊！我都看过了，剪了就散了。那个更不行，是这边。哎呀，别动这根啊，动坏了容易散架的。你怎么了？这棵树挺高的，爬上去要花很大的力气。你要坚持住，等上去了我们就得救了。小哥是什么人吗？我不认识。那为什么上次在内蒙，你们见到他就突然撤退了呢？我只是奉命行事。奉命行事奉谁的命？如果你们不是为了盗墓而来，那是为了什么而来呢？你不用再问了，我不会说的。你说古时候的人怎么设计出这么麻烦的东西？
就是啊。我就不信了，非要从那边捡，还怕找不到。哎，你快点行不行啊？我说你急也没用啊，你捡错了怎么办？会出事的。三爷，你看，想死，汉爷成全你。哎，慢着啊！别动，那只是个尸鳖王。鳖王，这么小，他有毒，不能喂食。魏英平刚才说什么呀？来不及了。什么来不及？图像了！这是哪儿啊？怎么有棵树啊？看到阿宁了吗？喂，吴邪！快
手啊！朱世伯，一定要放！你千万不要放手啊！不要！行不行，潘子？行。安宁，我让你上来。你来背他，现在血的作用在减弱，你们快点走。你们不要管我，我中毒了，你们先走。你少废话，来都来了，要中毒一起中，一起走啊！胖子，你还想中毒啊？我告诉你，你中毒了，可没人背得动你啊！我去你大爷的！快走！停住！有力！把手握！没事。不行，我拉你上来。胖子，你行不行啊？你们这是我胖的朋友啊！仗义、直气、牛。他妈终于上来了！胖子，你没事吧？没事没事。快，后起走！啊，对，烧死他们！烧死他们！不行，又打火机了！胖子，火！对。做事情总要付出代价。我不知道你们要做什么，但是这个代价太大，人太多宝贵历史资料会因为这些文物的消失而永远成了谜。怎么样？他们没有出来，他们肯定出事了。我早就说了要下去，都是你拦住我。
你不去，我去。你等等我，就凭你，下去也是送死，和你那群朋友一样。我告诉你，我就算知道有危险，我也会下去救我的朋友。我可不是你，只会在这干等，什么也不做。把他们俩给我带回去。走吧，走。造孽啊！我的玉俑啊！唉，看来是没有希望了。我说都怪你呀！你在那磨磨蹭蹭，在那研究了半天，早知道带一片出来也好啊。你那叫破坏文物，哪像我们呢？我们那才是正儿八经的考古呢。我告诉你啊，我那个才叫保护文物。我把它带出来，可以重见天日。你说哪怕是一片，后人都可以看得到，多好啊！不是，谁想能冒出个尸鳖王出来呀？哎呀，别说了，看到了就当开过眼界嘛。不看到还好，现在心疼的要命啊！哎，闷油瓶呢？嗯，应该上来了。他不是跟你们在一起吗？他救了我就不知道去哪儿了。哎，你别担心了，他身手那么好，肯定没事的。不是吧？不会没出来吧？喂，闷油瓶，小哥。哎呀，别找了，天快黑了，咱们得先赶紧走出这片林子，没准他在外面等呢，是不是？那不行，我们得先回去找陈仁成和嗨少啊。我刚在古墓入口处没看见他们，是不是被你的人带走了？阿宁，你的人把他们带去哪儿了？我知道他们在哪。刘太，时间到了，该撤离了。再等等，你要相信阿宁。说的，一定要等阿宁出来一起撤离的。你就是个懦夫、胆小鬼！我现在就一枪打死你！开枪，有种你开枪！你冷静点，杀了我们也没用。万一阿宁上来受伤了，我们可以送他去医院嘛。不然你们都撤离了，他上来也是死啊。好，我就留你们在这儿。如果阿宁安全回来，你们就没事。回来了以后，让阿宁联系我。刘太，他们已经没有利用价值。住手！阿宁，阿宁，吴邪，阿宁，你受伤了，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就知道你没那么容易挂。吴邪，你怎么样？受伤了吗？没事。哎，怎么就你一个人上来？三叔他们呢？怎么没一起出来啊？他们也没事，他们直接回村庄了。我们也得赶紧回去。好，你怎么跟他在一起啊？回去再解释。撤离。走。哎，什么情况？怎么了？你去哪儿啊？阿宁，阿宁。
吴邪，你醒了。三叔，怎么样？感觉如何呀？没事，就是觉得有点累。现在的年轻人体力太差，太娇气，太缺乏锻炼了。你说你消耗这么点体力，就睡了一整天，啊？我睡了这么久啊？来，趁热吃啊，补充体能。对了，三叔，潘子怎么样？他伤口感染，正在休息。我准备把他送到济南的医院去。三叔，要不然您先回杭州歇着，我们几个送潘子去济南医院。那也行，不过潘子的医药费得你们出。我们就是关心一下。吴邪，你先带程程和嗨少回杭州去吧。哎呦，着火了！着火了！哪儿着火了？哪儿着火了？三叔，不会是我们放的火把森林给烧了吧？东方向这位置，还真是我们放的那把火。完了，这下祸成大了。没办法，谁让我们当时走那么近？要我说啊，你们只有胆大没有心细。三叔，当初你要带着我一起下墓的话，就不会有现在这种状况了。你看啊，有我三叔在，还有潘子那么好身手的人，吴邪都在鬼门关走了一圈才回来。你真要下去的话，我怎么放得了心呢？程程，项目可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简单啊！哼，你说的我更后悔没有一起下去了。哎，胖子和嗨少呢？胖子，等等我！胖子，你怎么来了？这火你们放的？你这小点声，瞎说什么呢？啊！你拿救火干嘛呀？我帮忙救火呀！这盛水的东西都被拿走了，只剩下这个。你说这是尿壶？废话，你拿喝水怎么着？行，快给部队打电话，前面的山都陷下去了，靠边！哎，靠边！坏了，万一洞口烧塌了，士兵跑了就麻烦了。别愣着了，走啊！啊！哎，走。哎，妹子，你也来了。我们哥俩还能帮点什么忙？他们在前面开路，你俩不知道这里的地形，还是给我抬水吧。抬水时间太长了，村离这太远了，这点水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啊，还等部队吧？啊！你拿着这个尿壶干嘛呀？这水是拿来喝的。火场里面没水，他们肯定受不了。他们在里面砍出一片防火带，火烧到那儿的时候没东西烧了，自己就灭了。哎呀，你俩不懂，还是别跟着瞎掺和了啊！那我们还去吗？火灭了，火没烧过来。我先去看看啊。火也灭了，士兵应该都烧死了。不行，我心里还是不踏实。那士兵万一跑出来一只，全村人都跟着遭殃啊！我一人进去再看看去。我跟你一起去。你去还不够添乱的呢。这个你帮我交给吴邪，告诉他捐文物局。啊，电话。这是我电话，有事打这个号码。哎，后会有期。好了。这胖子还挺有觉悟啊。吴姐，你终于醒了。嗨少，你去哪儿了？我们等你半天了。去救火了。啊？你也学别人救火？你这么笨，别给别人添麻烦。哎，赶快收拾东西，我们马上回家了。焕然，终于要回家了。哎呀，哎，对了，有没有人受伤啊？放心吧，火已经灭了，山也塌了，再也不会有人去墓里了。对了，胖子呢？
他是不是跟你一块儿去救火了？胖子跟我一起救完火呢，留下一个电话号码，然后把帛书交给我，说让我们交给文物保护管理所。让我先研究研究上面写了什么。现在除了这个帛书，其他的什么都没拿到，只留下了一大堆难解的问题啊！谁说的？不管怎么样，吴邪，你这次算是出山了。对了，吴邪，我问你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啊。我听三叔说你挺维护那个女佣兵头头的，真的假的？我只是觉得他不像一个坏人。你说什么呢？坏人就是坏人，什么叫不像坏人？我看到的阿宁和你们看到的阿宁好像不太一样。你说什么呢？哎，你不会睡晕了吧？我清醒着呢。哎，对了，那个胖子他到底是何方神圣，竟然能一个人下墓？我刚才跟他打了个照面，那个体型下墓真够厉害的。胖子啊，我只能说胖子就是一个神出鬼没的胖子。回来了，回来了！哎呀，终于回来了！哎呀，累死了！我要好好休息一下，你们谁都不要打扰我啊！不行，你们要先带我去好好吃一顿。先吃苹果。还是家里的饭最好吃，款式丰富，品味一流。哎，吴邪，想不到你的品味还不错嘛。干脆我们3个人啊去做食评家，你去找好吃的，拍照嘛负责写文章。那要你做什么？我是谁啊？当然只管吃啦。哎，你不帮忙吗？大哥，刚吃这么饱，马上做运动很容易被下垂的。我先休息一下啊。吴邪，在想什么呢？鲁殇王、瓜子庙、铁面生，这一路以来，我差点连自己的小命都保不住了。发生了这么多事，早知道我一把火就把那帛书给烧了，当做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。你不会的。他当然不会了，大哥。以他的性格啊，不会让国家的财富白被人偷走的。所以，就算让他再选一次，他还是会这么做的，因为死脑筋嘛。你别在那扮母猪了，过来帮忙。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2件事，一个是阿宁，他们从内蒙追到瓜子庙，难道只是为了寻找一个秘密，什么都不拿？我觉得他们绝对不是一个普通的境外盗墓集团，在他们背后，一定有不为人知的目的。我觉得就让我去色诱他，直接打入敌人内部，探取消息。呀，我觉得你这个想法特别好，反正你也会几国语言，你跟外国人一起生活没有障碍哈。你也这么觉得吧？
其实我现在最担心的是第二件事。你是担心那姓张的小哥吧？你不觉得那姓张的小哥他很奇怪吗？他知道的实在太多了，就好像他之前去过那个墓穴一样。他既然这么厉害，那为什么还要跟着三叔一块儿下斗呢？吴邪，我觉得他的存在对于你们，对于三叔来说都很危险，还是早点撇清关系比较好。但是他救过我，如果不是因为他，我根本爬不出那棵树的。闷油瓶不可能是敌人。可是他把你当朋友吗？下次见到他再问清楚吧。下次。下次是什么时候啊？我也不知道。喂，三叔。在啊，他们都在。什么？现在马上过来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不要让他们知道？哦，好。程程，你不是说你一直想去西湖玩吗？今天天气不错，不如我们一边去西湖一边吃好吃的。太棒了！我没听错吧？耶！你还想去哪儿玩啊？我是客，你们是主，当然问你啊。你问我啊？你问他呀。嘿，吴邪，想什么呢？去哪儿玩？我出门的时候锁门了没啊？啊？我怎么知道？我好像忘了我出门的时候有没有锁门了。不会吧？这样吧，我先回去看一看，你们在西湖边等我，我搞定了就回来啊。那你快一点，我们在西湖餐厅里等你。哎呀，你怎么不看他锁门啊？我，三叔，你跟我来看看，怎么会是假的呢？我们都被当成傻瓜了。看，千真万确，这证书的出来。这个东西里面的黄金含量太重了，在那个时代是根本不可能炼出的。这是一件几乎完美的赝品。怎么会呢？如果是假的，是谁放进去的呢？难道是闷油瓶？我早就怀疑他了。这小哥常常突然间就消失了，我想他是故意要甩开我们，自己一个人去做想做的事。难道他是在跟我们走散的时间里，自己一个人去了那个洞穴，打开了鲁殇王的棺材，把这个假的镶嵌丝帛放了进去？不可能啊！他一个人怎么可能完成呢？而且那个树洞是被链子扯开的，如果有人打开过，我们一定会看出痕迹来的。那你有没有看过棺椁的背后？他有可能从树的后面挖了一个盗洞，然后直接从棺椁的背后将镶金丝帛给调包。这也不怪你们，我在江湖10几年了，也都没有看出来。这个人真是高深莫测。我本来以为他是发丘中郎将的后代，但现在看来，他的来历绝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。
那这个帛书上面的东西也是假的？这《山海经》一样的故事，本来听起来都不太可信。只不过我们当时被古墓的神秘气氛给感染了，顿时相信了。现在回忆起来，的确有太多破绽。你想想，为什么你只看得懂最后最重要的2段，其他的你都看不懂？其实早就被他动了手脚。现在入口已经塌了，咱们想要回到墓里去寻找真相，不太可能了。看样子，这鲁王宫的秘密，这只有他知道。对了，三叔，你还记得我从岩洞里拿出来的东西吗？这个就是我从青眼狐狸的尸首上拿到的。这个就是那个女尸嘴里含的钥匙。哎，别动！这钥匙是用来上锁的，不是用来解锁的，否则会触动机关的。哦。这种是最古旧的密码盒，看它的解锁方式，应该有8位数来解的，恐怕不是我们能够办得到的。那我们怎么办？去拿7个把它解开，尽量不触动里面的机关。这数字什么意思啊？蛇眉铜鱼，三叔，你认识？我也是第一次见这玩意儿，以前听一位行家提起过，不过这东西有价无市。这个东西无论从材质还是造型来看，似乎没什么值钱的。你还是交给国家吧，省得阿宁那群人再找你麻烦。要不我帮你保管也行。三叔，不用了，我还是自己保管吧。不给我就算了，反正我还有事情要办。这2天你就陪程程还有嗨少他们，好好玩玩吧。啊，哦。哎，三叔，那个镶金的帛书怎么办？扔了吧，反正都是假的，留着也没用。嗯。
其实想一想啊，那个鲁殇王也挺可怜的。你说啊，他一辈子机关算尽，到了最后被自己的亲信给背叛了。哎，那到手的御勇都给飞了呢。谁让他自己干那么多坏事啊？哎，海少，难道你就不好奇吗？你说吴邪怎么跟那个女魔头结盟的呀？吴邪根本不想谈木下的经历，我看是留下阴影了。还好我没去。那有什么东西会比铁面先生的尸体更可怕的？哎呀，问你也是白问。你有没有觉得吴邪很不对劲儿啊？自从回来以后，老把自己关书房里，不知道干什么。哎，我们去看看他。还是不要了吧，你看他忧心忡忡的样子，烦得很。你又饿了？在西湖那一顿，你吃的比我还多，现在又吃这么多薯片，你可真是神奇的生物。这个呢，就是你不知道了。我告诉你啊，中国有一句古话，叫做“识时务者为俊杰”。好像是有这么一句话。那是什么意思啊？意思就是说呢，人只有吃好了、吃饱了，才能做伟大的事儿。所以吃饭是天下第一大事儿。说到这里，我们吃饭去吧。这句话好像是挺有道理的。走吧，我去叫他。快点快点啊，饿死我了。吴姐，吃饭了。你怎么了？吃不下。这就是紫金盒子里的宝贝？这个东西叫做蛇眉铜鱼。那你研究出什么了？什么都没有，连爷爷的笔记本里也没有。那你找三叔了吗？他怎么说？三叔只知道名字，其他的什么都没说。奇怪，还有你三叔不知道的东西。我总觉得三叔话里怪怪的，应该是对我有所隐瞒。那他怎么说的？他今天看到这个蛇眉铜鱼的时候，表情特别凝重。如果他只是单纯的一件有价值的宝贝，以三叔的性子，他烦都会把我烦死。可是他今天什么也没说，反而说让我赶紧交给国家，以免惹麻烦。太蹊跷了。况且，蛇眉铜鱼的名字，应该没几个人知道。我在我爷爷的笔记本里，也没有查到关于这个东西的任何资料。但是你看这个笔记，缺失了几页，我总觉得这几页和这个鱼有关。会不会是你爷爷在这几页写错了字，又或者是他吃 pasta 的时候沾上了酱汁，所以就把这几页给撕掉了？我就经常这么干的。我觉得不大可能。你看这缺失几页的前后时间，笔记里从这一页开始缺失，到这里按照年份算下来，这中间整整差了3年。这3年，我爷爷到底做了些什么？或许他根本不想让后人知道。我觉得这不只是一件简单的误会，你帮我上网查一查。会不会如你所说，阿宁他们下墓不是为了鬼血，不是为了墓，也不是为了麒麟节，而是为了这个蛇眉铜鱼？你说什么？蛇眉铜鱼？你听说过？哦，我在姑姑的资料里面见过这个东西。真的？啊？上面说什么？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？姑姑的资料里面说，他们花费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去找蛇眉铜鱼，还牺牲了很多人，十分重要。不过没说怎么用。既然又出现了，你在哪里找到的？鲁殇王的古墓。看来姑姑当年只差一步。哎，你有没有跟三叔说啊？他怎么说的？三叔什么也没说。那怎么可能呢？这么大的事儿，他肯定知道的。
我想三叔根本就不想跟我们说。哦，没有关系啊，我们可以想办法让他说出来。哎，三叔，三叔！啊，三叔！三叔，等你好久你才回来，你知道吗？我给你带了好吃的。你们在我家干嘛？三叔，你先坐嘛。你说你们大家从古墓里死里逃生多不容易啊，所以我亲自下厨给大家做一顿团圆饭。稍微等一下，马上就好，等着。你们想干嘛？不想干嘛？你呢？哎，吃饭啊！吃饭。开饭了，开饭了！吃饭了，都过来吧。看我做的饭是不是很好吃啊？来，三叔，可香了。来，喝点红酒。停！到底有什么事？你们说吧。没事儿啊。哎，海正，你有事吗？我没事啊。你呢？吃团圆饭嘛。对呀，吃团圆饭啊，三叔。对啊，三叔，吃。你看你吓我一跳，真是。来。哎呀，臭小子，你还想瞒我？太嫩了。我没有瞒你啊，三叔。今天就是大家一起开开心心吃个团圆饭啊。对啊。来吃饭，吃饭。吃饭了，三叔。哎，三叔，吃个鸡翅。啊，得了，就你们几个人那点小心思，不用猜都猜到了。你们是不是想知道蛇眉同鱼的事？原来三叔早就知道我们三个的目的啊！那是不是你原本就想告诉我们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我也没什么可说的，因为我什么都不知道。哎，三叔，别跟我们开玩笑，这怎么可能呢？你说我姑姑一直在找蛇眉童鱼，您不会一无所知吧？不止你姑姑在找着蛇眉童鱼，很多人都在找着蛇眉童鱼。这蛇眉童鱼呢，我只是在一张未烧尽的纸上面看到的。既然你们那么想知道，那我就告诉你们，让你们死了这条心。啊！你们听过老九门吗？知道啊，盗墓世家的联合组织。其实也算不上什么组织，这是江湖人送给他们的一个代号罢了。实际上，九门之间联系并不多。咱们吴家只是其中之一，还有你，陈成陈家也是。咱们家是老九门成员之一。你以为呢？那为什么从小到大都没有人跟我说过？我之前听家里人提起过，其实很好理解啊。你看三叔他人这么厉害，你们吴家和老九门没有联系，那才奇怪呢，是吧，三叔？我算个什么？其实老九门的吴家，说的是吴邪他爷爷。我爷爷？吴家从清朝开始就在做这行业，到你爷爷那一辈，已经在长沙独占鳌头。你爷爷在少年的时候出了些意外，鼻子失灵，从那时候就开始训练小狗，让小狗代替他的鼻子。狗五爷的称号从此而来，人们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叫他吴老狗。老九门其实是分上三门、平三门和下三门，咱们吴家是平三门的。对，我爷爷也是，大家都叫他陈皮阿四四阿公，我们家也是平三门的。
没错，老九门本来就是极度松散的，相互来往也不是很密切。然而有一次，他们却决定联合行动，那是当时江湖上没有过的事情，也是史上最大的一次盗墓行动。但具体干的是什么，我完全不知道。我爷爷没告诉你。在我儿时的一个冬天，老太爷突然说要出门一趟，于是我就问他：“你要去哪儿？”他说他要出去3个月，谁知这一去就是3年。等我再见到他的时候，他已经完全像另外一个人了。他变得骨瘦如柴，神情憔悴。没人知道他这3年里发生了什么事情。对这件事情，他从来只字不提。当时我年纪还小，充满了好奇心，于是等老太爷出门的时候，我就偷看了他的笔记。笔记上写的正是蛇眉铜语。上面记录了什么？我也不太清楚，因为我还没看完，就被老太爷逮个正着。他把我吊起来打，然后把笔记给烧了。从那以后，我们吴家没有人再敢提起这件事情。原来是这样，怪不得我们家也没有人说起过这些，就是因为他们从来都不说，我只好自己来查。当年的我和你们现在一样，不查个究竟是不甘心的。于是我就一直在暗中调查这件事情，但始终没有一个结果。倒是老九门因为这3年的行动，导致元气大伤。从那以后，老太爷就下令，吴家的人不许再去叨叨。我们陈家也是，那几年一蹶不振的。原来是这么一回事。蛇眉铜语的确是那次行动的重要线索，但具体如何使用，我还真不知道。如果三叔你都不知道，这世上岂不没人知道了？如今知道这个秘密的，恐怕只剩老九门的后人，也就是当年的霍三小姐，如今的霍老太太了。据说霍家在淡出江湖之后，在京城做古玩生意。看样子，我们应该去北京走一趟。去干什么？去找霍老太太啊！吴邪，你未免太天真了吧？霍老太太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？霍仙姑是那么容易让你见到的？就算你见到了又如何？她会听你的？那可不一定啊，不试试怎么知道呢？我告诉你们这一切，就是希望你们别去惹那蛇眉铜语，你难道不懂吗？可是三叔啊！好了，够了，这件事情到此为止。我已经把知道的都告诉你了。如果你非要去找霍老太太，那么从今以后，我跟你划清界限，你以后不要再找我帮忙了。哎，三叔，好不容易才问出一点线索，没想到三叔竟有这么大的反应。我觉得啊，三叔可能没有骗我们。会不会这蛇眉铜鱼真的碰不得啊？哎呦，最关键的是，三叔已经明确的告诉我们，不让你参与这件事情。我们该怎么办啊？就算三叔不认我这个大致富，我也一定要去弄他明白。这就是传说中的潘家园啊！你小时候没来过啊？当然没有来过了。哎，你们不用管我了，我自己逛。哎，你慢点啊！这个潘家园啊，就是全国人气最旺的古玩交易市场。
你看这里的东西，真假难辨，就算内行人也很容易买到赝品的。今天游客这么多，骗子也多，我看海少又要被骗了。我们去看看。嗯，1200、1500、1300，不行，1500、1400，不行，1500。好。哎，这潘家园果然宝贝多，我刚来就淘到一个古董，你看这可是玉的。这个簪子做工确实不错，大爷，你打算多少钱卖给我们？大爷看我第一次来，给我打了一个大大的折扣，原价3000呢，现价只要1500。哎，吴姐，我记得你说过，这翡翠呢是越绿越好。你看这只，绿中带亮，有没有？我看呐，这小伙子识货啊。我说海少，这要是你一个人在潘家园逛一天的话，我猜这里所有的人都能认识你。哎，这位小姑娘，我跟你说啊，大爷我不骗你。你看这翡翠，哎，颜色好，水头足，你就买是呗。我跟你说啊，这玉能养人呐，它能把你养得水灵灵的，到时候啊，任谁见了都喜欢。谢谢大爷。这个簪子的做工的确是不错，可是它就是一个壁货，重量掂一掂就知道了。至于它到底是不是清朝的，我想大爷您比我们都清楚。你们说什么？大爷是骗我的？哎呀，海少，你反应太快了吧？可我觉得这簪子还挺好看的，还以为捡了个大便宜呢。壁货也是玉嘛，你要是真的喜欢，就把它买下来。只是这个价格嘛……就是啊，大爷。小伙子，好眼力！你们要是真要的话，这样吧，150块钱就归你们了。我在这儿，嗨，也就是混口饭吃，家里还有好几口人要养活呢。这3000立马就变150了，我要！哎，大爷，这150也太贵了，干脆一口价100行吗？哎呦喂，你们还差这50块钱吗？就这么定了，100块钱，海少掏钱。好，谢谢大爷。走吧。这么划算，这东西虽然是假的，不过真的很美，送给你了。哎呀，我不适合这么古典的首饰，你还是自己收着，哪天遇到古典美人，你再把它送出去啊。好吧，这里这么好玩，我自己再去逛逛，回头见了。哎，你小心点啊，别又被骗了。不会啦。干脆我还是跟着他吧，我有经验，你放心。那一会儿胖子的店见。待会儿见。老板，你可得看仔细了，这可是真品呢，很难得的。这杯我可见多了，就你这个，最多算个残次品。我说你到底懂不懂货呀？啊？你也不可这潘家园扫听扫听去。我王胖子行走江湖这么多年，这路货色我见多了，从来就没走过眼。你再考虑考虑，啊，要不是我今天着急出手，你根本就没这机会。没什么可考虑的。不识货。得，慢走了您的。哎，大哥，我可以看看你这个宝贝吗？我挺喜欢青铜器的。你懂这个？略懂。哎，我说这帅哥，你们俩盘道能不堵我门口吗？爱哪儿盘哪儿盘去。老板，借你的宝地看一看。难得啊，难得。难得什么呀？不就是一残次品吗？这个老板，这次你可说错了，它并不是一个残次品，而是个保存比较完整的商朝的青铜爵杯，平底直腹，
只是时间稍微晚了些，应该是商朝中后期的作品。你看它腹部的花纹，应该和1965年安徽省肥西县驿馆出土的兽面纹铜爵有些相似。只不过什么？只不过这个爵杯上面没有兽面纹铜爵的柱子。你看看，我就说吧，我也知道您这东西是一商朝的爵杯，可是您这上面带残的，用行里话就是残次品，是不是？那也不一定。如果它真的是残次品的话，上面一定有断口。可是这个上面什么都没有，说明它是一个完整的东西。哎，大哥，你这个卖多少钱？30万。30万？不算贵呀。而且这个目前国内还没有出现过，说不定以后还有很大的升值空间。只可惜，我现在没这么多钱啊。要这么着吧，来，您瞧您这也大老远诚心诚意拿来的是吧？也不能让你白跑吧？这么着，30万呢就30万，我勉强收下了啊。我已经卖给这小兄弟了。不是，你没听见啊？人没带这么多钱来。对啊，是不是？你这么着，你先卖给我，以后他要喜欢，他再来找我买来不就得了吗？来，恐怕到时候就不是这个价了吧？最多31万。你要信不过，我给你立个字据行吗？好，你写一个。写就写。来，写。你可别忽悠我，30万呐！你少啰嗦，不行。